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！今日年初四夜晚11點啊，剛剛打咗新嘅關，拎咗啲券，再抽一抽極意都係未有，暫時睇嚟保底仲有100石，100粒保底100粒保底石，先可以換呢個極意啊！即係證明呢度之後係10抽。唔係10抽sorry，係100抽10輪。500石，喺500石就試下啦，博唔博到就聽天由命啦。Go go go！ Freezer 天津飯。來呀來呀，來呀！財星，財星就換幣啦，3粒。好，無限。叫我得 ，Go go go！ 再嚟 ，OK OK。如果就早嘅話就數收工，就唔使更換啦。睇翻啲石。冇嘅話就頂呢張第2張財星啊 ，OK 兩公牌，叫我得 ，Go go go！ 喂，長波靚，靚啊！Oh my shit！Holy shit！開路。財星。仲有70抽，比特維斯，下就唔會篤啦。果然係阿包開路。財星，第40抽 ，OK 兩父子，講得多，初兆啊，初兆會出初兆冇呢？極意。我頂又開路，財星，呢張應該踩咗 ，yes。唉，第50。兩公婆再加比克，你叫我得，難道真係要保底？哇！呢個守門員好硬喎，
俾我其他冇咁嬲啦，兩張 SSR 彩咗，我上邊仲有一抽啊，一抽定兩抽就係免費券，你免費一抽，呢度多10抽又多一張，多又多出嚟，我有底褲啊！財星喎，好多彩喎呢輪，到免費啦，證明已經60抽已經過啦，仲係乜嘢都冇 ，Go Go Go！阿里加多 Dragon Ball， 哦，又嚟嚟啊！呢個開鑼啦，3張 LR， 太可惜了。米魯斯sama，哇冇咩特別嗰個咩喎，特別動畫喎，全部係奧利吉蒂喎 ，Holy shit！剛剛就係1100幾石。即係抽500石就係剩翻600左右啦，保底。Messi 你又唔俾我極意，你幫我輕住喺度，燒你喇叭！下咩下，暈吉啦！咦 ，Vanguard 單17號單坡，財星啦，你未啊？你唔好臨尾前保底嘅時候，保底仲有10抽，你至幫我出嚟，真係一巴落俾你啊！你以為提早？你唔好臨尾啦，好心。好似啱彩喎，第二張開完，已經冇晒㗎啦。呢個剩翻幾多抽啊？剩翻1抽喺度咯，剩翻1嚟講嘅話。
至少要剩翻一嘅話，如果中到嘅話，我仲可以開個爐，之後嗰邊再換一換。好，就係咁話啦。冇晒㗎啦，茅晒㗎啦。歐布可惜唔係超級嗰隻啊！妖，你呢個算筆啊，冇嘢睇㗎啦，應該係夠㗎啦。如果計冇錯，剛剛好夠。好啦，今次真係保底啦，我就要換出嚟啦。今次就係咁先，新年快樂，拜拜。